诈骗的步数哪来哪济？这诈骗集团常常是假造政府机关敲电话夹批，即阵佫会利用假的赖来管钱。即阵司法部就宣布甲赖合作试办认证机制，有政府机关的名、工作职位、人名，而且头前佫会加一个蓝色的盾牌，这是真正政府机关人员。 根据民众过去受诈骗的经验，有人是因为互假做政府单位卡来的电话骗去，嘛有民众受过家里来邀请的诈骗。他是户政事务所的人，然后我的身份证有一个人拿来盗用，然后叫我就是留电话什么之类。针对这个问题，所谓发展部表示，即马电话短信和网址拢有分辨政府的方式，所以政府嘛进一步和赖合作。 提出政府赖认证机制，盾牌加上这个机关，再加上职称，再加上姓名，这样方式以后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自治化的一个表示方式，让民众可以去比较清楚的去认识去识别说啊，这个的确是我们政府机关的一个账号。民众表示，感觉政府推广这个政策真好，和名册有若是狗仔同款，嘛有民众表示，安尼会当互老大人较好分辨。 这样就很像那个 FB 有个蓝勾勾的意思嘛，我觉得挺好的啊。如果有的话，那最好让大家一些年纪大人，他根本就不懂嘛，他来了就乱按。像是我妈有时候问我说：“你是不是叫我汇钱？”我说：“哪有啊？”就类似这样子。因为即摆的诈骗手段真侪款，除了有赖认证以外，民团嘛建议将对法条做调整。法规的部分也希望说政府能够再加强一下，对，就是对这一些的。 法则啊之类的都能够在更有效的去执行。也若政府赖认证政策，所有发展部表示会对8月19开始试用，希望会当减少民众受到诈骗。记者陈心东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